杨碧川初中的时阵，对社会学、历史学真有兴趣。伊读苏达林经传等等的册。当时读成功高中的伊，常常批评教育体制真乱。有一天，伊的国文老师一个外省人，叫伊赶紧走，若无会互抓。20岁迄年，伊伫个台中图书馆看册，熊熊几个人冲入来。不甲铐起来，直接掠走。1979年，防止抗颠覆国家，受警备总部逮捕。后来伫绿岛封关6年8个月。出狱了后，伊也是定定封关册，警察2礼拜就问一摆，因为思想活跳，煞互伊持续受到警总20多年的监控。政治单位为着方便监控，甚至伫因兜隔壁买厝。为伊买啥物册，到厝内面的室内格局，全部大大细细互掌控。伊的老爸伫过身之前问伊讲，若是搁重来一届，你会安怎做？伊讲伊也是会继续对抗威权政府，毋过即摆袂互抓。一生对抗党国威权的杨碧川，拒绝领白色恐怖受难者几啊百万块的补偿金。这是伊拒绝甲加害者和解的控诉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